新的一年特别到位，真侪人会去点光明灯。咱来去台南鹿耳门圣母庙，今年是入会安做42周年，庙方特别用 AI 技术打造全台湾上大的光明灯墙，有2层楼高，咱同齐来看。 无论是古锥版的马祖，甲豪华的导游，也是大船顺应月港，拢互人看甲无腻目。这个不遮大北的灯墙有2层楼高，详细看这拢是光明灯甲在地灯。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，这摆特别参现代 AI 物联网做结合，打造全台上大的光明灯墙。庙方表示，这毋单单是灯名，顶悬有济吉祥的导游，随时会有灯光的变化。很奇特，我都没有看过。对校园来讲，它算是非常的吸眼球哦。那安内会感觉做新奇的 AI 足流行啊，我就用这个 AI 的科技的晶片来作为8万帕的在地灯、光明灯来作为阮42周年庆，阮大家对阮妈祖的敬献安尼。 隆重8万帕灯点光5王殿参马祖殿，嘛代表照光圣像的温度甲完成的光彩。文书工作者讲，其实上早是用这台琉璃光灯来点灯，后来因为时代转变，佮加上考虑到安全问题，技术渐渐转变做一种电子式的。不过台南也是有必要保留导游点灯的传统。 民间的寺庙内底其实有点，伊嘛有一个点灯的仪式啦，天坛啦吼，也是关帝宫吼，伊拢一个顶伫啊，你用导游。上早是这个方式，慢慢转型起来安尼。明火吼有一个缺点嘛，因为惊安全的问题，尾啊大家较转型了，来变点色派光明灯。点灯求心安，最近这几冬，庙方除了增加阴烟灯，甚至佫有动物伴平安灯。时代改变，顺应众人无同的需求，这摆点灯种类嘛加真侪种选择。记者李成台南采访报道。